花莲县吉安乡一个清洁队员被指控公器私用，工作期间把粪扫车偷驶出去，到私人的回收场帮人收粪扫。清洁队调查了后，已经把迄个清洁队员记一记的大告，而且调离现职。 一台粪扫车豆豆驶入掩埋场，先开过泵站，直接驶到内底等粪扫的所在，将粪扫倒到回收区了后，就左右离开。是讲，防弹电话毋是出勤收的家用粪扫，是防指控清洁队员公器私用，到回收场收粪扫。是趁上班时间还没开始收垃圾，中间那段时间，前面那段时间去跟厂商收垃圾。 地震人数压了，花莲县吉安乡一个姓陈的队员，这个月12号下晡2点多，将粪扫车驶出清洁队，来到永吉5街一间回收场。伫回收场点将近40分钟，了后就驶车来到光华掩埋场，将伊收的粪扫全部拢倒入回收区。其中行车记录器是规个消失，加上 GPS 嘛异常，互发现有个样。对，因为那是长期性的，这样大家同事都知道啦。所以想说他都会找一些民意代表嘛，所以想说大家把那事情公布让大家知道。地震人士更加讲，姓陈的队员开粪扫车出去私自收粪扫，毋是头一摆。透过车顶的 GPS 知影，伫9月21日下晡2点半左右，伊将车驶到一间油漆工厂，点将近半点钟。另外，伫11月19也是2点半左右，将车驶到同一间油漆工厂，点将近40分钟，同事也看袂落。查证了以后，它是属于私人的，就是搬家以后遗留下来的一些垃圾，就是程序上我们都已经做惩处了。清洁队调查，粪扫车内底无事业废弃物，只是清搬厝留落来的粪扫，已经将伊调离现职，而且记一个大告。 这个姓陈的清洁队员今年45岁，伫花莲吉安乡的清洁队做22档，只是将粪扫车驶到私人的场所，就算无查到违法，安尼行为嘛难免观感无好，影响到清洁队形象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